XO 酱怎么那个应用的范围这么广啊？对，其实而且我们挑鱼子酱的时候，我们去买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看，有的干贝 XO 酱啊，其实在超市它卖的很便宜，但是它油很多，那我们就注意看它的包装上面它有没有写，它有没有使用防腐剂，因为现在有的真空杀菌其实它很厉害，它不用使用防腐剂。然后我们这样吃也比较健康。第二个是看它含油的比例，那像这个它都没有油，全部都是酱。对啊，一般我买的 XO 酱都好油，对。以前我都自己做，后来我觉得哇，那个太累了啦，好累啊，因为你还要去给它泡水，还要蒸熟，然后还要在那边撕。对。而且它今天这个干贝酱，我今天还特别去买这一种，整颗都是它没有撕，很大气。然后重点是今天我们这个炒法的话，我们一样不用爆香。一锅到底！哇，我太喜欢这种做法了，而且也没有油烟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一样，我们先打开锅盖。公仔面1块。这个公仔面就是泡面嘛。哦，不一样哦。不一样吗？它有两个名称，一个叫大公面，一个叫公仔面。那公仔面的话，其实它跟我们台湾的泡面不一样。是。它很 Q， 而且它很耐煮。哦。那我们先丢下去。掉鱼之后嘞，然后来洋葱。紫洋葱，所以它很耐煮，不像泡面哦，一泡了，然后你如果再煮久一点，你就觉得口感那个没有那么 Q 了。对。我到港式餐厅，我也很喜欢叫公仔面哎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对。那其实我照这个方式在家里煮的话，跟港式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一样，我们洋葱有没有？我们要让它停一点。我今天用的是紫洋葱哈，对，比较漂亮。扒开来备用。小番茄一样，我们尽量有的时候就买一些水果放在家里，自己可以吃，做菜也可以。对啊，尤其是小番茄，所以后来我索性呢就在阳台种小番茄。哇，你什么都有种呢哦。我这个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我的阳台上面除了很多的花花草草之外呢，我还种了迷迭香，然后还种了那个柠檬香蜂草，还种了薄荷，然后还种了番茄。没有，我最近在种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最近呢，我找到一个比较特殊的种子啊，叫做耐热的 N3， 就是耐热的香菜。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，才2天而已哦，它已经发芽了。然后我又种芝麻叶，因为我觉得芝麻叶好好吃哦，所以我就撒了一片芝麻叶，不知道会不会被蝸牛吃掉。但是就是我们跟各位分享了其实在家里切青江菜的话，很多妈妈有没有头都会去掉？那你看头去掉一点点就好。然后其实有没有？我们如果有洗干净的话，这一边都是可以吃的。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切怎么切？直的切，对不对？对，让它细一点。在这边切细一点。哦。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浪费了，全部都可以用。对。我也很爱青江菜，为什么？它非常好洗呀，然后又不用去啥去净啦。对。只要处理得当的话，其实它整只都是可以吃的。好，我们看，面差不多软了哦。好，把它剥开来，看我们煮那么久了，它还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紫洋葱下去。紫洋葱为什么要下去？就跟爆香的意思一样，但是我们要让它把它的甜味熬出来。没有，慢慢那个紫洋葱的呛味就跑出来了。那我们就把它煮到甜的就好了。我们家冰箱也是随时都有洋葱啊，不管是紫色的或者一般比较黄色的这个洋葱，因为我觉得洋葱不管是爆香啦，甚至连凉拌都很好吃。对，然后再来XO酱，一样，1匙大约是5、6。哇，真的耶，这个 XO 酱里面全部都是那个干贝，而且它没有什么油。放3匙，我们都不要调味哦。然后我们在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上面只要写说没有味精啊，真空高温杀菌时都可以用。看它快缩干了。
好，这个时候青江菜下去。老师，青菜不是都最后才下吗？为什么那么早下去？番茄都还没下呢。番茄最后下。哎，这番茄就因为我们这面要现吃的。哦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下一丢丢的水。哦，大概约10克左右。哦，再让它均匀续一下酱汁。好，番茄下去。盖锅盖。只要青菜熟了，面就熟了，就完成了。就完成。好吗？味道快出来。稍微把它拌一下。我觉得 XO 酱好像跟什么都好搭哦。对啊，而且你看它的颜色有没有？不会说看起来很咸的样子。嗯。那为什么说我刚不放那么多？是有原因的。我们炒好的时候，我们比如说啊，今天刚好朋友来家里这边吃饭，要煮饭给男朋友，要煮饭给女朋友吃。哎，今天我煮这个港式的 XO 酱公仔面给你吃的时候，我们做跟外面一模一样，往上面再撒一点上去，看起来就有锦上添花的效果。就是豪华版啦，上面一堆的 XO 酱了哈。好，来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我们香味又上来了。如果妈妈在家里面啊，她妈妈不会翻锅的话，我们这边可以建议妈妈用橙汁，有没有？不会翻锅。不要翻啦，我曾经试过啦，是翻得起来，但是最后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要贴那个绷带啊，因为受伤了，所以女孩子呢，除非你真的是空无有力啦，啊，留一点力气做别的事情。好，那就是我们的装盘。好，装盘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像意大利面一样啊，把它堆得高高的。对，看起来比较漂亮。然后找一个大一点的盘子，看起来哦大气一点。哦，所以我们刚刚在放这个干贝酱的时候呢，在分量上面呢，就是要稍微留一点味道，给最后加上的这个 XO 这个不说完全都不知道，说我们没有爆香过，它色香味全部都跑出来了。而且你没有加油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加油。对啊，我差一点忘记哎，今天这道无油烟料理还真的是没有油，可是看起来很油的感觉，因为 XO 酱本身它也有一些油。对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利用呢这个 XO 酱本身的这个油呢，把今天的这道料理，不管是香气、风味啊，全部都就是这样无油烟。对，呈现出来，而且很快。